那我们3堂课呢是上到102页，就是倒数第3行宝曼论语这个地方。是福非地水，非火风即空，非是非一切，亦死无是福。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始终是福呢，就是始终的是福，就是第一句是福非地水的这个是福呢，它所指的对象呢就是指说不特伽罗、有情，还有智，还有我。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是福的时候呢，那有2种不同的解释方式。那因为呢，这边的是福提到说它和不特伽罗呢是同义的，或者说我们一般所讲的众生或是有情等等。那所以呢，如果在这边是以是福来做解释呢，就是说断除恶障的，尚未断除恶障的呢，称之为是众生有情。那断除了恶障之后呢，那同样呢，这个也是可以成为众生。那这边指的就是指佛的意思，断除恶障的众生呢，指的是佛。那一般呢，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呢，会讲述到说，就是一般指的是夫呢，或者说在指有情的时候呢，是指说佛和众生二者之中的众生。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有情的时候呢，指的呢就是具有心事的有情呢，就称之为叫做是夫，这是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其中的是福呢，即是不特伽罗有情是我。那我们一般知道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呢，就是有情，无论讲说是福也好，或者说不特伽罗也好，或是讲说有情也好，或是在讲说是的时候呢，那这些呢都是存在的，比较没有争议。那比较会有争议的呢，就是在解释到我这个字的时候，因为在讲述到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区分清楚，因为在这里呢，所讲述到的就是是福、普特伽罗、有情、智，还有我呢，在这里所指的我呢，是指存在的。那在就是四法义里面呢，我们讲到说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其境里面呢，那讲到说呢，诸法无我的时候，那讲到诸法无我的我呢，这个我字呢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一般我们在区分我的时候呢，分为2种不同的我。那一种就是所谓的名言我。那什么是名言我呢？名言我呢是存在的我，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说造者的我，或者说呢作者的我。就是可以呢造业感果的这个我呢，这个是存在的，造业感果的我呢是存在的。那我们讲到说，就是诸法无我的这个我呢，这里所指的我是指所破的我。那所破的我是什么呢？所破我就讲到说，普特伽罗呢是四方成立的这个我呢是不存在的，是普特伽罗四方成立这一点呢是不存在。所以所破的我呢是为什么呢不存在呢？因为所破的我它是属于空性的所破的缘故，所以所破的我是不存在的。但是一般名言呢，我们所讲的就是造业感果的这个我呢，作者造者的这个我呢是属于名言我，它是存在的。所以这两者呢就是要区分清楚。就是人们可以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在念皈依法经里面呢，讲到说，我以所修说法诸资粮，或者说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的这个我呢，那这个我是名言我，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讲述到说像是法无我以及人无我的这个我呢，它是空性的所破，所以它是不存在的。这边呢，就是东花大师呢开始在解释宝曼论的这个意思，所以一开始呢就先解释了四夫的意思。那四夫解释完之后呢，就讲到说，从非地呢一直到非智，也就是讲说呢，非地水、非火风、非空，还有非智呢，就是从非地到非智呢，它最主要呢就是破有情六界之一分为我。那意思呢就是在讲述说有情里面呢，那它六界之中的任何一分呢都不是我。那这里是讲到说，就是非地到非智。那讲到说，既然说有情六界里面的每一分呢都不是我的话，那把这些就是它六界的每一分聚合起来呢，那是不是也是我呢？所以讲到说，非一切呢是破六界之合集为我。所以就讲说，那前面的六者呢，既然说一呢都不是我，都不是不特伽罗的话呢，那把它总合起来的这个合集的这个聚合体呢，它是否也是我呢？那这个呢也不是我。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说呢，就是破有情，它的意义呢，就是它的每一分而为我呢。那这个呢，在月称菩萨呢，他在讲述
中观的时候呢，他有举例到说，就是以车子呢来做譬喻，就想说车子的每一个积分呢，车子的一积分呢，它都不是车子。同样的呢，叶森大师呢又解释到说，虽然说呢，我们的眼前呢，就是把所有这个车子所有的积分呢，车子所有的零件呢，我们全部都把它摆在一起，就全部都放在我们眼前。那这个时候，就表示我们的前方呢已经聚集了所有车子的这些积分，但是这些积分呢，车子的这些零件虽然说全部都放在我们的眼前，全部都已经聚在一起了，但是它也不是车子啊，因为你并没有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就如同这个样子。并不是说你把所有车子的积分呢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会变成车子。所以如同于此呢，我们把所有有情所有的六界的每一分呢，就是把它聚合在一起呢，它也不会成为我一样。那虽然说呢，在这边就是龙树菩萨在宝鬘论里面呢，他是以说就是用六界呢来解释，就是说六界的每一分呢都并非为我。那即使我们把六界合合之后呢，那合合之后呢，我们是在这个六界的合合体之上，然后把这个六界合合安立为比特伽罗。那月生菩萨呢，他在解释的时候呢，他解释方式又跟龙树菩萨不太一样，因为龙树菩萨呢是用六界的和合呢，然后来安利比特伽罗。那月生菩萨呢，他是直接用运体，就是他以车子的积分，然后最后面他用运体来解释，所以呢，他是直接用普特伽罗的施设处这个运体呢，然后讲说在普特伽罗施设处运体之上，我们是安利普特伽罗。那这个也是这两者在解释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不同的角度来做诠释。那最后一句呢，就是亦此无是夫呢。那亦此无是夫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末句呢最后一句讲到说破离六界外亦己是我，就讲到说没有一个我呢，或者说没有一个普特伽罗呢，它是能够安立在和它体性相异的这个六界之外，就是你没有办法在六界以外呢是一个安立一个和它体性相异的普特伽罗，这是没有办法安立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103页第二行的最后面，蓝非不识普特伽罗，就是说这里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虽然说呢，在这里我们已经破释说，就是从地水火风空识呢，就是每一界呢，它都并非为普特伽罗。同样的呢，这六界的聚合呢，六界的合合体呢，也非是普特伽罗。虽然是这个样子呢，但是不代表说它不曾许有普特伽罗。那这里就讲到说呢，就是他中问到说呢，你既然呢不承许说六界一界呢是为我，你也不承许说六界的和合呢为我，那同样呢，你也不承许说呢离开六界之外呢有一个和六界呢体性相异的我，然后你又说你承许普特伽罗，那么你所承许的普特伽罗呢是和下部中一样，就像是唯识中呢所承许的像是阿赖耶识也好，或者说呢普特伽罗世上的意识也好，或者说呢普特伽罗世上的这个病体的相似呢，那这一些呢，同样的我也不会承许，虽然说我承许有普特伽罗，但是呢我并不会承许像下部中，因为下部中在安利普特伽罗之后呢，就是安利为像是阿赖耶识等，那这个等字呢，就像刚刚所讲的，它包含了普特伽罗世上的意识，乃至于说像是实际中所安利的。普特伽罗世上的硬体的相似呢，那同样呢，我也不承许这些为普特伽罗。接下来呢，就讲述到说，那如果呢，你说你承许有普特伽罗，但是呢，你又不承许说普特伽罗呢，它是从地界呢到世界呢六界任何之一呢，你不承许说这个是普特伽罗，那你也不承许说就是六界的和合呢为普特伽罗，那你也不承许说呢，在离开六界之外呢，有一个和六界体性相异的普特伽罗，然后呢，你也不承许说普特伽罗呢是像唯识中所承许的阿赖耶识，或像是最系派呢所承许的普特伽罗世上的意志，或者说像是实际中呢所承许的普特伽罗世上的运体的这个相似，那这些都不承许的话，那你的普特伽罗是如何安立的呢？那这边呢讲说那是如何安立，不如世论所解。那这个世论呢讲的是讲说月称论师呢所造的路中论句式。如同呢月称论师所造的路中论的句式里面所解释的一样呢，正是菩萨所持也。那正是菩萨这个菩萨指的呢，是指
是指龙树菩萨，就是说，如同月称论师在他的解释里面所解释的一般呢，那他所解释的方式呢，正是呢龙树菩萨呢他所承许的。那是如何承许的呢？就是承许呢，在施色处硬体之上呢，在这个和的硬体之上呢，把它安立一个名言的我之外，除此之外呢，并没有其他的安立方式。那这种安立方式呢，是月称菩萨所取，那这种承取的方式呢，也是龙树菩萨所承取的。那接下来呢，就讲述到说，若了知由分别心安立普特伽罗之理，由分别心安立一切法，以彼异同。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所讲述到的呢，就是两种无我呢，它所证得的一个实地。所以这边就讲述到说，普特伽罗呢是如何安立的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说呢，普特伽罗呢，它并不是就是六界任何一界呢，它并非是普特伽罗，六界的和呢，也并非是普特伽罗。那离开六界之外呢，也没有一个和六界体性相应的普特伽罗。那普特伽罗是如何安立的呢？普特伽罗呢，它就是需要观待普特伽罗的支分以及普特伽罗的施设处。然后呢，在这个之上呢，去安立一个普特伽罗，由分别去安立普特伽罗之外呢，没有一个不需要观待普特伽罗的支分，以及不需要观待普特伽罗的硬体，或者说呢，有一个和普特伽罗硬体呢体性相异的我呢，这些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是如何去安立普特伽罗的呢？就是透由分别心呢，然后在普特伽罗观待的普特伽罗的支分以及普特伽罗的施设处，也就是硬体之上呢，去安立普特伽罗。那所以呢，这边就要了解到说，那普特伽罗它是如何安立的？就是透有分别心呢，在普特伽罗呢，我们在安立的时候是如何安立呢？就是讲到说，普特伽罗呢，它的一界呢，并非是普特伽罗。同样呢，普特伽罗它的一的硬体呢，也不是普特伽罗。那同样呢，你把这六界呢合起来呢，也不会是普特伽罗。所有的硬体呢合起来也不是普特伽罗。它是观待的这个施设处之上呢，施设处硬体之上是安立一个普特伽罗。那同样的呢，我们也讲到说，普特伽罗的每一个支分呢，它也不会是普特伽罗。那这些支分的总和体呢，这个有分呢，它也不是普特伽罗，而是在施设处之上呢，我们硬体呢，施设处这个硬体之上呢，我们会有分别心呢去安立普特伽罗。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先了解到说普特伽罗是如何安立之后呢，然后透由这一点呢，是了解到普特伽罗之外的一切法，像是瓶子和柱子呢，它安立的方式呢，也是和安立普特伽罗呢一样的，就讲说以彼异同。那所以呢，就如同在《三摩地王经》里面呢，就讲到说，《三摩地王经》也如汝知我想，如是观一切。那如汝呢，这个汝字呢，指的就是你，就是指说修行的这些一些行者，或者说就是你这个行者呢，就是修行的这个人呢，你应该知道说，我们所现起的这个我呢，是如何现起来的呢？它是并非呢是一一应体，也不是呢就是一一之分。而是呢，在这些硬体之上呢，我们去安立，由名言呢去安立一个我之外呢，并没有其他安立的方式。所以呢，如汝知我想，就让你知道说这个普特伽罗是安立，是如何安立之后呢，那如是观一切，其他一切法呢，安立的方式也是如同普特伽罗一般。所以呢，这边想要说，如汝知我想呢，就是你呢，如同你知道说，就是我呢是如何去安利的。我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决策之后、观察之后呢，知道说，任何依据之上呢，它没有一个所谓的原始独立的我，或是任何的任何的支分之上呢，你没有去是没有办法去安利一个事实上成立的我。你所安利的这个我呢，它都不是事上，因为在性的那一方呢，它是没有任何实体，它是没有任何事上成立或是智商成立的这一分的。所以你所谓的这个我呢，你是如何去安利的呢？我想的这个想，就是说你如何去安利的呢？你知道说，它仅仅呢都是透有分别心去安利的，所以你由此了知道诸法呢都是非自性成立。那你了解到说，我就是了解到福特伽罗呢是非事上成立之后呢，如是观一切。那你已经先觉得到了说人无我，那你了解到人无我之后呢，那同样的呢，接下来对于法无我，除了我之外的一切法呢，那你也是如同这个方式呢去觉得，所以如是观一切，如是呢去观察
除了我之外的一切诸法呢，它是如何去安立的，所以由此呢去抉择两种无我。那因为等一下人们是要开会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